心肠，肉体向你呼吁，带我进入你的同在，我不满足，只停留现在，带我进入你的同在，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，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，燃烧每颗爱慕你的心，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，充满着你，与我们相遇。欢去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，我心肠肉体向你呼吁，带我进入你的同在，我不满足，停留现在，带我进入你的同在，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。你的话语是我生命的救恩。我起错 key 了吗？是吧？你的话。你的话语是我生命的救恩，你的双手扶持软弱，使我刚强。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是我们永活的见证。哈利路亚，你是信实公义救主，哈利路亚，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，哈利路亚，不管明日身在何处，明日不管明天身在何处，身在何处，身在何处，有你同在就是美好。哈利路亚，你是信实公义救主，哈利路亚，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，哈利路亚，不管明日身在何处，有你同在就是美好，恩典之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成就新的恩典，新的盼望。我们要唱新歌，充满神的荣耀。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典，新的盼望。我们要唱新歌，
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，我心肠肉体向你呼吁，万军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，我心肠肉体向你呼吁，带我进入你的同在，我不满足，只停留现在，带我进入你的同在，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，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，燃烧每颗爱慕你的心，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，充满这地，与我们相遇。我们的神是如此荣美的神，他是如此的圣洁美丽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对神有深深的渴求，还有深深的爱慕。我们一起来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神。万军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，我心肠肉体向你
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帮助我们卸下我们所有的重担，卸下我们对我们生活里面所有的担忧、所有的烦恼。主啊，我们单纯的要来相信你，我们要相信你所能做的是我们所无法预测、我们所无法理解的。求你帮助我们，在我们信心不足够的时候，仍然透过万事来向我们述说你的恩典。愿你的平安临到这里的每一个人，也将接下来的聚会时间交在你的手中。愿你安慰扶持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在你里面重新得力，我们所言所行都荣耀你的名。孩子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让我们依旧站立，一起来读《使徒信经》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彼拉多人内受难，被钉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。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坐在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请坐。现在要进行奉献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求你原谅我们是愚笨的人，我们经常罔顾你的智慧，鄙弃在你安排的道路上。我们不知道寻求你的平安，相信你的一切，却走在那充满危险并不合你喜悦的路上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那愚笨的罪，让我们重新回到你温暖的羽翼下，成为你所喜悦的孩子。让我们因着信你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使我们得到平安。我们因着信你而拥有永生的盼望。主啊，你就是永生，你就是我们的天父。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，赞美你，直到回到天家的那一天。在这里，我们也要用主祷文这样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报告教会消息第一点，虽然大家没有看到，但是还是跟大家让大家知道一下。今天是代降的第3主日，早上是有儿童主日学青少期跟社青团契的代表来上台点燃宣告，象征宣告跟喜乐的蜡烛，也宣告被掳被压迫的子民必将得到救赎的喜乐。第2点，下午4点到5点半有社区的报佳音，请报名参加者在3点40在1楼集合。第3点，明年第一季各团契的服事活动安排，记得今天要交给干事会诊。
看到第5点，因为我们有新的小会员，所以12月21星期六下午2点有召开小会员，请小会员预备，也要新当选的长老要记得列席。第6点，圣诞节期活动，我们是早上9点半是赞美礼拜、合堂礼拜，那会举行今年第6次的圣礼典。如果想要受洗或是坚信礼，亦或者是设立会籍者，请向牧师报名。第2个，下午2点半圣诞舞会开始，是由各团契跟社区联合举办的，那请力邀福音的亲友参加。第3个，5点半有圣诞的晚宴，在跟去年一样的地方马来亚餐厅，已经报名截止，我们总共有开了36桌，所以如果有感动的人，可以提供摸彩礼品或礼金给同工安排编号。第7点，圣诞节的下一个礼拜还是合堂礼拜，我们礼拜中会举行22届的长老执事跟团契会长辅导的就任，所以如果有新任或续任的长执，还有各团契的会长辅导，要记得在我们今年最后一个礼拜合堂礼拜会有就任。好，那奉献明细还有团契消息，再请大家自己看。以上报告到这里。那看一下我们今日的圣经记载在罗马书第3章21节到31节。好，那我这边来念。好，我念上面的。但现在上帝已经显示怎样使人跟他有正确合宜的关系，这是跟法律没有关系的。摩西的法律和先知们都这样见证。上帝使他们跟他有合宜的关系，是基于他们信耶稣基督。上帝这样对待所有信基督的人，任何差别都没有，因为人人都犯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然而，上帝白白的赐恩典，借着基督耶稣救赎他们，使他们跟他有合宜的关系。上帝不惜牺牲基督，以他为赎罪祭，借着他的死，使人由于信他而蒙赦罪。上帝这样做是要显明自己的公义，因为他忍耐宽容人过去的罪，但在这时刻，他以除罪来显明自己的公义。这样，上帝显示了他自己是公义的，也使一切信耶稣的人跟他有合宜的关系。那么，我们有什么可夸口的呢？一点儿也没有。什么理由呢？是由于遵守法律吗？不是，是由于信。我们请义节牧师证道。我们的结论是，人得以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只借着信，而不借着遵守法律的要求。难道上帝只是犹太人的上帝？他不也是外邦人的上帝吗？当然是。上帝只有一位，他要犹太人基于信，外邦人也是借着信而跟他有合宜的关系。这样说来，我们的信使摩西的法律失去效力吗？当然不，相反的，我们使法律更为巩固。我们请义节牧师证道，证道的题目是因信称义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很快了待降第3主日，代表下个礼拜就是圣诞节了。很期待圣诞节来的人举手一下。哇，大家都期待哈。罗马书里面其实最难讲到的一段经文，就是今天的这一段经文。那这段经文其实也是罗马书我们叫做福音书。福音书里面的最大的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。那在开始之前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白白的恩典，谢谢你帮助我们可以感受那种恩典是何其的大。我们何其的不配，但你依然赏赐耶稣基督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重新
跟你建立合一的关系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彻底的来被翻转。愿圣灵亲自带下安慰医治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也透过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在等待基督再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预备我们自己的心，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前面的圣经不要放着哈，我们今天翻开那个第1页，来大家看一下第1页，创世纪第1章27到28节。来，这个大家一定会翻的，在第一页哈。好，我们翻到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27节开始。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28节，上帝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：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按照这2段经文，其实可以让我们知道，人在其他的动物里面其实是非常的尊贵的，因为只有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。上帝不只要赐福人类，上帝要透过我们人类去赐福这世界，所以这其实是原本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画面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因着我们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以来，因着罪，我们跟上帝就分离了。分离代表什么？分离代表了各走各的路啊，各走各的路。以至于上帝让人按着自己的意识去做万事。上帝不管我们了，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识。但是因为罪恶在人的心里面，所以人的心里面充满了很多的不义、骄傲、嫉妒、贪婪。刚牧师在讲还有很多，其实很多在读罗马书会看到很多的这个罪，其实我们心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。有时候我们会嫉妒。像牧师我义节牧师会嫉妒，志梅牧师比较会讲道，有时候会有点嫉妒，让我嫉妒那个又好比我帅，比如类似这样的，我们有时候以至于我们很多的纷乱冲突，其实不断在我们的这个世界，战争一直在发生。你看最近南韩其实他们也很非常大的混乱，他们的基督教的比例是非常的高了，基督徒的比例非常的高。因为罪让我们一直活在不平安、惊慌的当中，所以在某一个程度来看是什么？上帝让人什么自生自灭。其实当一个孩子父母亲不管他的时候，其实是蛮可怜的，自生自灭。如果是这样陷入罪恶的人类，他的出路、他的盼望到底在哪里？我们透过今天罗马书3章21到31节。我们来寻找答案。21节到23节这么说，但现在，意思说有过去，但是现在，上帝已经显示怎样使人跟他有正确合一的关系。今天牧师用的是现代中文译本，这比较白话的。这是跟法律以前叫律法没有关系的。摩西的法律和先知们都是这样。都这样做见证。22节说，上帝使他们跟他有合一的关系，是基于他们信耶稣基督。上帝这样对待所有信基督的人，没有差别，因为人人都犯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我们知道，过去犹太人他们想要靠遵循摩西的诫命跟律法，跟上帝重新恢复关系。但是摩西的律法一直延伸下去，后来呢有600多条啊。就像我们现在的法律，其实你要不犯罪，有时会很困难的。过马路什么有很难讲，所以要完全靠法律律法成为一个义的人是很难的。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，因为律法很多条限制人要怎么做怎么做，反而造成人与人、人跟种族之间很多的纷争，国家很多的不义、不公平。其实这个不是也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吗？其实有很多的不公平、不公义。最近的那个职场上面的霸凌只是其中的一小项而已，而且会越滚越大。我们知道以色列因为这样子，他们的国家就灭亡了。
这样让我们来看这个法律，这个立法的功能，它只是让人知道说什么是罪。红灯在那边不能闯，但是它并不能让我们跟上帝建立合一的关系。这就好像现在有许多的宗教教导人怎么样，行好事有好报。他们在强调的是什么？你的行为可以得到神明认同。这个是有点法律的一个概念在里面。2024要过了，以农历来讲的话，哈，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庙宇啊，因为新的一年要开始了，接下来是哪一年？哎，大家有在看吗？哎，现在今年是什么年啊？龙年是不是？哎，小雨是哦，牧师已经很久没注意，今年是龙年是不是？哎，早上牧师去买咖啡看的报纸哈，往年的龙年哈，台湾的生育率很高。今年的龙年是有史以来最低的，往年大概快20万，今年不到9万人口哈。好，意思就是说哈，新的一年开始，每个那个庙都会有点那个点灯啊。来，牧师讲一下哈。今年有3个生肖要去安太岁，安太岁哈啊，你安了就可以保你平安了。这个也是法律的概念啦，我再讲哈，只是让你们懂一下哈。好，第一个哈，跟牧师一样属猴的举手。好啊，猴的哈，我们这些。好，属猪的有没有属猪的？只有一个猪啊！我是在子鱼那一年叫做金猪年呐、啊，那时候我们还没信基督，哎，那时候金猪年哦。属蛇的，哎，我们这边没有属蛇的。没有属蛇的哈，这3个要去安太岁，还有一个联考要定了，要进了哈，子爱要去文昌点文昌，要点文昌那个光明灯，啊，子爱去点光明灯啊，一盏可能400、500，你就哈会高中哈。牧师有一次在社区哈跟长辈分享的时候，就问他们，我们常常讲说哈，举头3尺有神明，我就问那个长辈，哦哈。人真的有在怕神吗？长辈还真的想一下啊、哦，其实哈也不一定哦，其实也不一定。我们知道，其实大部分人都照自己的需要在为自己做盘算啊。虽然我有在拜神，就我自己有自己的盘算，透过这样证明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。其实我们常常自己就是那个神啊，我们自己常常就是神啊。我们不要笑外面的哦，其实基督徒哈也常常陷入这样的情况。我们内心常常被很多的引诱，有很多的罪恶在当中。我们不小心也制造出很多的神明偶像，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远。不是每个礼拜来教会你就跟上帝很亲近哦，其实也不一定哦。经文23节说，世间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，我们跟上帝其实都没办法连结。现在经文说，现在21节说现在，好消息是上帝要亲自来挽回他跟我们的关系，让人跟他重新恢复合一的关系。上帝是公义审判人的上帝，但是上帝他一直都是怜悯人的上帝。上帝完全的慈爱，他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有重新的开始。所以他说，不是靠法律，也不是靠行为，更不是说你做了好事。我们常常其实在很多的传统价值观里面，会比较受人尊重，可能他的奉献了什么。我记得传统哈，我不知道去哪一间教会，还有哈，饮水机有贴上名字，翁定信奉献。那个饮水机啊，翁定信奉献。然后那个什么奉献，其实这个是一个是比较一般那种传统哈，牧师有讲过哈，我们那个家族的庙哈，前几年盖庙有一根柱子，有4根柱，一根柱子有我的名字啊，我们几个兄弟的名字在那，那根柱子哈10万块啊，就一根柱子10万块。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，而是靠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作为上帝万人的中保。简单说，只有透过基督耶稣，我们才可以重新跟上帝恢复
合一的关系，而不是世上任何的东西。我们再看24节到26节。24节主要是说，上帝他将要白白的恩典给我们，还有呢，上帝他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跟我们恢复关系。在上帝的眼中，没有一个人是义的人。上帝他用他自己的标准来判定，不是我们我们世上认为好的人，他就是好的人。那当长老、当长职，一定是他是社会有名声、有地位，他的奉献多，他才当长老，不是的。但是上帝要恢复人跟他有重新的关系，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大的事情，需要付出一个代价。我们都知道，当我们人犯罪得了上帝的时候，上帝的愤怒临到人类嘛，对不对？上帝就让我们自生自灭。就好像一个人，我们被上帝判了死罪。请问一下，死罪的人他怎么样？他可以被判无罪？特赦嘛，特赦。所以我们这个概念就是，首先我们就是人，我们人的罪要被除去，我们要被赦免。但是我们知道，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。所以我们如今要透过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所流的血，血重不重要？在场去捐血会晕倒的人举手一下，有捐血晕倒过举手？没有。我有个同事以前牧师上班一个同事很壮，很壮。然后我常常去捐血，他说捐血很简单。他有一次跟我去，他捐到一半，你知道吗？捐到一半，整个脸发白。我看到他在旁边，我吓死了，整个脸发青这样子哈。然后那个护士赶快把针拔掉，把针拔掉。血代表什么？血代表了我们的生命。流血代表死亡啊！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上帝用耶稣的死，挽回人类的记忆，来献给上帝。只有这样的上帝，他才给他的公义。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嘛，一定要有一个承担的一个记，他才可以挽回我们。所以，上帝用无罪的耶稣代替有罪的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们听到这个时候的感受是怎么样。我觉得这个代价真的是非常的大。上帝爱人的代价其实是非常的大。为什么？他要将他独生的爱子杀死，才能挽回我们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要感受基督徒，我们要感受到，其实我们每个人能够成为基督徒受洗，其实我们的价值超过我们的想象。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无价之宝。想到这边，其实牧师会回想说，我凭什么可以让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？我也没有比我的自己原生的弟兄姐妹多优秀，也没有比世界上很多人有地位，但是耶稣基督上帝仍然用他的爱子来赎回我。而且不管任何人怎么看待我们，上帝把我们当作宝啊！上帝把我们当作宝，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是所有人开启新的一个转机。弟兄姐妹，但是这只是救恩的第一步啊！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只是救恩的，第二步是什么？第二步是我们的回应啊！牧师知道，很多在场我们都是后来愿意回应耶稣基督，受洗。可是不是这样就结束了？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是一个永远的一个信仰旅程。只有我们永远的一直信靠上帝救赎的计划，才能够完全是完成啊！我们再来看经文27节到28节。经文27节说：“那么我们有什么可夸口的呢？一点的也没有。什么理由呢？是由于遵守法律吗？不是，是由于信。”28节接着说，我们的结论是，人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，只借着信，而不是借着遵守法律的要求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人要信这个东西容不容易啊？你要信一个人容不容易？很困难啊！
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前几天的新闻哈？我们每一年都会选出代表字，来，大家知不知道2024的代表字？第一名的代表字是什么？哎，往年有选出哪几个字？大家今天那么安静，因为天气有点冷哈。好，牧师讲一下哈。今年选出的第一个字叫贪。台湾人贪呢，哎，我们台湾人贪呢。贪的背后就是被骗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诈骗？大家会不会诈？因为就是贪嘛。如果你看到那个哈，我现在像牧师现在哈，我看到只要没有显示电话，没有显示那个哈，我一定不接，我一定不接，啊。然后有什么你中奖哈，尽量都不要那个哈，都不那个贪。然后刚刚讲骗也是其中一个，另外还有乱，台湾是一个乱。另外还有什么？好斗的斗，这4个字哈是代表2024年的台湾的一个现况。我问你，以至于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互相彼此能够信任吗？我想很难。我们常常会被骗，都是最亲的人呐、被亲的人呐、牧师有举例过嘛？我们常常被亲的人都被骗。所以信靠某人，信耶稣基督，这个信靠某人，代表你要将你的生命交给他，交在别人的手上，这是不符合人性的要求啊！人性的要求大部分想我想抓，我想掌控，我想有个计划，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一个本性，这个是人的本性。所以要叫一个人信耶稣，然后白白领受上帝的恩典，那个是很难的嘞。不容易嘞，可能从小基督徒觉得那个是其实不容易。如果是那么容易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不想来信靠耶稣？那你说，牧师，那他们全部都信靠他们的神明吗？刚牧师有讲吗？他们也没有那么信靠他们的神明，因为牧师自己拜过，我也没那么信靠神明，而是刚刚有讲，其实有一个交换对等的一个，我跟神明有交换对等的那种一个潜在我里面。他真的帮助我了，我也会还他愿，有恩报恩的一个概念。刚讲的那个报恩的这个概念，会让人就是不讲欠人的一个骄傲，有人请我，我也想回请他。属人不属地嘛，那种叫做他可以请我，我也想请他回请。这样的骄傲，往往成为领受上帝恩典的绊脚石，会阻隔我们。一节牧师刚信主的时候，因为我的概念是不正确的，我那时候其实有点生命走投路，就是说我拜这个神他没办法救我，我想我换另外一个神来拜看，我是用这样的一个观念，但是上帝也用的观念来使用牧师了刚到教会的时候，在团契分享的时候，志梅牧师就分享家里的状况，回去被我骂，我说你不要把家里一些不堪的事情在团契跟人家分享，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佑华跟我讲说这个大家都分享得很表面，分享得很表面现在不会，现在大家都那个牧师之前也是我也跟志文讲就不要，我们就要表现好的给人家看，在某一个成分其实是我骄傲在里面，但是上帝光照恩典之后，我就敢分享。我就觉得说，我需要上帝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信仰旅程当中，当我们信靠耶稣不够坚定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嘛。我们信靠不够坚定的时候，我们会三心两意。我们有时会想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耶稣，有时候觉得还蛮有效的哦。回想一下，是不是我们常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上帝？我们常常已经是走投无路了，求了很多地方，找了很多的方式，才想到我可以祷告，而不是第一个就想到我要靠上帝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世上的东西其实都不会长久，靠山山倒，真的是，你以为你最好的朋友，你想靠他，其实也没办法靠。而这样的情形会让我们在生命信仰里当中，我们常常前进2步，后退3步。
其实领受恩典的关键，其实并不是很难。首先就是我们要放空自己，我们自己先倒空，我们才有办法领受。这个道理大家都懂，道理大家都懂，但是其实做起来不容易。我们就好像一个装满了瓶子，大家都有看过，装满了瓶子，你这要塞东西，其实是非常的困难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内心里面装满了很多的骄傲、自满，或者常常是一个盘算的人，要盘算什么？我们没办法让上帝的恩典到我们的心里面。最后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：难道上帝只是犹太人的上帝吗？他不也是外邦人的上帝吗？当然是。上帝只有一位，上帝要犹太人基于信，外邦人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来跟他有合一的关系。今天是代降第3主日，宣告喜乐。人要持续喜乐，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哦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。忧伤的灵使人怎么样？真的会哦。刚刚礼拜结束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叫文成弟兄，他跟牧师说：“牧师，我化疗1年了，那个代祷里面那个我看已经满了，可以先帮我拿掉。”他拿给牧师，口罩拿下来看。他那时候妈妈过世，然后太太过世，然后他也病倒了。然后那时候我看他真的是他也差不多60来岁，但是我看他起来，看他大概90岁，而且90岁是一直传统那种做工的那种90岁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晓得你们有同学在做工的，可能年纪跟你差不多，但是他看起来好像阿公感，就是皮肤是干干的，然后是没有水分的，他就是这样的。他刚拿给我看，整个人有水分起来了，就好像一个干的面包，有没有？我们撒一点水，然后在烤箱里面都蹦出来了。喜乐的心是良药啊，忧伤的灵使我们枯竭。所以，我们喜乐的秘诀是什么？我跟基督连结啊，唯有基督的爱才能帮助我们不受环境改变，让我们可以长保喜乐。29节经文说，上帝岂只是犹太人的上帝？上帝是谁的上帝？上帝是所有天下人的上帝。上帝的爱，上帝的恩典，他要给任何的人啊，不分种族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地位。有些的教会不让其他的外面的人进来教会哦。不是讲我们教会，我听过，他觉得外面的人进来教会会把教会弄脏，会用教会的水跟教会的电，那也没有什么人要来受洗。上帝这个恩典是要白白给任意一个愿意相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。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是上帝从千万人当中拣选你。当然有的还没有相信，没关系。但是受拣选的这些人，你并不是比没有受拣选的人优秀。牧师跟你讲哦，我们不是比他优秀，甚至尊贵。我们现在都被拣选了，我们依然是蒙恩的罪人呐。但是牧师要说的，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却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用重价赎来的哦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是非常的重的哦。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身份不是像菜市场卖菜哦。这边如果有去菜市场都知道，菜市场是可以杀价的哦。超商、便利商店没办法杀价哦。菜市场是可以杀价的哦。真是杀价完之后，看到那一把葱，你还可以把它拿走哦。只要老板愿意让你拿，你还可以把它拿走。因为你贪小便宜，老板有时候会送你一把葱啦，送你一把葱。我们不是像在菜市场那个喊价、那个廉价的恩典，所以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，这个是一个很重价的一个恩典。牧师要让大家知道，在代降节期，我们更要去思考这样子：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，不管你今年过得如何，你现在的情况如何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是重价的。因为在现在这个价值观混乱的世界，魔鬼他好像吼叫的狮子一样，他在寻找落单的弟兄姐妹。
寻找什么？在信仰上面没有警醒的人，寻找没有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人。什么状况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跟耶稣基督依靠他？在我们认为很顺的时候，我们认为一切都如我们意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去依靠耶稣基督。在我们觉得我们经历到很不顺的生离死别的那个状况时，有时我们也会离开耶稣基督。但是约翰福音15章第5节是大家非常熟的一段经文，牧师觉得他今天在对我们说话是一个警告。警告什么？耶稣说：“我是葡萄树，你是枝。跟我连在一起的人，我也跟他连在一起，会结许多的果子。离了耶稣，你没办法做什么。”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警告。没有耶稣同在的生命，我们不要太开心。我所谓没有耶稣的生命，不要太开心，是因为当我们用世界的法则去追求，有时你会追求到很多，很开心，你也会升官，你也会得到很多物质上面的享受。但是如果你自己知道你不是靠连接耶稣基督赏赐的，你不要开心的太快，恐怖的日子要开始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有耶稣同在的日子，但是你仍然在艰难当中，在苦难当中，你不用太担心。我想我们活到一定的年岁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经历生离死别那种痛，那种无依无靠。但是如果我们紧紧抓住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会帮助我们越过那个艰难，当我们在等待耶稣再来的日子，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。我们在这个长的时间，我们就开始要怎么样？超前部署啊！牧师，我们要超前部署什么？我们在信仰上要超前部署什么？我们现在就超前部署，要想办法我们跟耶稣能够连接在一起。只有连接在一起，我们才能够阻挡魔鬼对我们的攻击啊！我们要坚定的信靠耶稣的爱，常常跟他连接在一起。我们要透过什么？读经、祷告。牧师又是读经祷告。上帝的话才能成为光，照亮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有时我们陷在黑暗当中，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光在读经的时候，上帝的光会提醒我们。祷告呢，我们不只单单为自己的祷告。像刚刚牧师讲那个文成，他说：“牧师，你帮我谢谢教会的长执弟兄姐妹，因为大家1年来的代祷，让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。守主日，参与教会的团契的生活，热心的服侍，关心弱小的弟兄姐妹的需要。”昨天我们教会的关怀部，我们带领了几个弟兄姐妹、牧师，我们去探访92岁到我们教会最年长97岁的弟兄姐妹。其实牧师刚以上讲的，如果有参加入殓礼拜，吴文聪长老入殓礼拜的弟兄姐妹，应该很熟悉刚牧师讲那一段。这是我们吴老长老他故人列里面他的信仰的见证。他讲到他每天读经祷告，他守主日。我们以为这很简单的一个，不是，他很敬虔的，他关心教会弟兄姐妹弱小的弟兄姐妹，他去关心他们的需要，他以身作则，成为教会后辈以及子女的典范。他真力鼓励后一代的弟兄姐妹要出来服侍。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考试要到了，哎呀，你去读书去补习，不用出来，不用来礼拜。很多的孩子已经出社会了，我们要鼓励他奉献。奉献有分成2个，第一个人要出来服侍，第二个
我们要拿出金钱来奉献。我们可能好像感觉上我们付出了很多，不是的，弟兄姐妹。当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，当敬拜团他们这样子来练习、来服侍的时候，他们都远离世界对他们的征战，远离魔鬼对他们攻击的机会。他们可以更定睛在耶稣里面，透过服侍我们彼此连结，透过服侍我们彼此来服侍，彼此来祷告。透过委身服侍，透过奉献，我们才会更知道我们所有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啊。我们刚礼拜完，我跟那个叶青姐跟那个廖长老在聊，他聊到中部有一间教会，他们这一次的，他那个教会的那个感恩节的那个布置是他姐姐布置的。他们家有3个姐妹，分批3个教会是他们布置的。他讲那个教会那天感恩奉献收了100多万，我吓了一跳，100多万啊！然后他们里面有一个人，每一个礼拜奉献10万，每一个礼拜奉献10万。弟兄姐妹，我要说的是，有时候我们的奉献是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是上帝给我们的，我们有的是上帝给我们，所以我们的奉献，我们的委身服事，反而是在帮助我们，因为信靠耶稣基督，我们相信他，让我们远离魔鬼对我们的攻击啊。当我们能够很警醒的来连接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会自然而然的，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有馨香之气，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过着丰盛有余。再大的风浪在我们当中，其实我们都不会害怕。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回应诗，求神帮助我们在圣诞节来临的之前，我们能够悔改，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定睛在他的眼里。将眼睛闭上，我们来省思一下，我们在2024这一年，从年初一直到现在，2024将要结束了。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来观看我们的内心，在这一年当中，我们是信靠耶稣基督比较多，还是信靠这个世界比较多？
我们是怕人的成分机会比较多，还是怕神比较多？求圣灵亲自来光照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因信靠耶稣，能够让上帝称我们为义的人。而这个义不只是我们现在要被称义，我们也期盼我们回天家的时候，主耶稣可以对我们说：“你是一个忠贞、忠实的一个仆人。”我们是想要得到上帝这样的一个称赞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常常有一颗悔改的心，有一颗警醒的心在我们心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很积极的参与在教会的委身与服事。我们常常为许多软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，我们一通电话关心他，我们一个问候来关心他。当上帝赏赐我们许多的恩赐才干的时候，我们要拿出来。也求神帮助我们，当他赏赐我们丰盛有余的时候，我们要奉献给上帝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在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问心无愧的来见主的面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最后的这首《哈利路亚》。生命的救恩，你的双手扶持软弱，使我刚强。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是我们永活的见证。哈利路亚，你是信实、公义、救主。哈利路亚，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。哈利路亚，不管有你同在就是美好，哈利路亚，你是信实、公义、救主，哈利路亚，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，哈利路亚，不管明日身在何处，有你同在就是美好，恩典之路。二堂礼拜到这里结束，大家可以到楼下互相的交流。